2022年3月初6，台中行中街公寓着火烧，造成6个人死亡，6个人受伤。今日一审是宣判放火姓郑厝脚判无期徒刑，也若是甲这物件顶甲规世界姓曾的厝主是判关7年。台中市行中街7楼徛街2022年3月初6发生大火，造成6死6伤的悲剧。因为姓郑的男厝脚不满伊伫咧房间饲羊，互姓曾的厝主骂，叫伊搬厝煞想起来放火。也姓曾的女性是囥一大堆杂物，造成逃生也有救灾困难。台中地院审理2年外19一审宣判，郑姓查甫人无期徒刑，体罚公权终身。姓曾的女性是按公共危险等罪判7档，专案个当上诉。当时的厝脚丁正是到现场来听判决，表示尊重司法。生活也好啦，或者是一些受伤啦，一些精神赔偿，我们现在主要诉求是就这样。那至于说他们犯罪的结果，当然是由法院来给他们应有的惩罚。丁正是讲，伊因为吸入性砸到，也佮甲窗仔弄破的时阵，骹目受伤，致使失业。到今敢若会当带朋友的厝做散工来维生。即卖已经提起刑事，也佮有民事的诉讼，希望量早摕到赔偿，恢复正常的生活。转来到事发现场，厝边讲姓曾的厝主也是一直咧藏物件，环保局敢若会当清除公共空间的杂物，对厝内物件是无依法，烦恼同款的代志会佮发生。希望市政府可以把他这些东西处理掉。真的，有时候人家走过去丢烟蒂，真的我们住在这里的人都很怕第二次伤害。因为室内跟楼上它涉及到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的部分，那一块的话，环保局是没有办法进去啊。强制清除大概有23次。台中市府2019年开始，就对姓曾的厝主裁罚35届，强制清除顶仔卡，也有防火项23届，累计的罚单超过20万块。都发局嘛打出公告，明年开始，迄间公寓纳入公安检查申报的范围，若无申报，会当按建筑法规划所有权人6万到30万的罚款。刑期无改善，阁会当连续处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